左痛、右痛、前痛、後痛、周身腰酸背痛，有乜解救？沉香有行氣活血、驅痛鎮痛功效。服用六心沉香丹，有助鎮靜安神，緩解各種痛症帶嚟嘅不適。林美容六心沉香丹、林美容六心沉香口服液，仲有精選林美容六心沉香套裝，均採用鹿茸同韓國高麗參等多種珍貴藥材，對養生保健非常之好。林美容六心沉香口服液採用獨立衛生包裝，方便隨時打開直接服用，又或者沖水飲。林美容六心沉香套裝包裝精美，仲有齊六心沉香丹同六心沉香口服液兩種產品，最適合送禮自奉表孝心。所有林美容六心沉香系列產品，只在韓印紅有售。